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娛樂時事睇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嘅影片，記得撳埋下面嘅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啦。各位觀眾，平時喺電影睇黑幫追殺、飛車撞擊，你估唔估到喺2026年嘅今日，竟然可以喺香港元朗街頭真人上演？冇錯，唔使去戲院。今日下晝4點幾，元朗青山公路就上演咗一幕比電影更誇張嘅公路情仇追殺劇。事發涉及3架7人車，先撞車後打人，棍棒螺絲批出齊，打到人膝頭受傷入院。而背後嘅原因唔係爭地盤，唔係爭生意，而係一單纏繞多年嘅桃色糾紛。據消息指，一名黑幫和勝和成員被指多年前勾走咗另一黑幫14K 一位成員嘅老婆，搞到對方離婚後仲要供養前妻同仔女，變相補貼情敵，積怨極深。今日就嚟個公路大報復，成件事由黑幫恩怨、男女關係到街頭暴力，元素多到滿瀉。我哋一齊嚟拆解呢一場現實版黑幫風雲。第一幕，公路驚魂，3車連環撞，落車即開片。時間係今日2月2號下晝大約4點46分，地點係元朗青山公路近南邊圍。根據網上流傳嘅影片同警方消息，當時有3架7人車發生事故。從影片所見，相信係2架車刻意尾隨目標車輛駛至該路段時，後面2車撞向前方1車嘅車尾，造成3車連環相撞。撞車之後，好戲先正式開始。被撞車輛嘅司機即係身穿灰褲嘅40歲姓郭男子落車查看，點知另外2架車即刻落咗2個大漢，一個着藍衫，一個着黑衫黑褲，二話不說就向郭男施襲，場面極度混亂。藍衣男手持類似棍狀物體，狠狠揮向郭男。郭男用手擋格都被打中，黑衣漢就更狠，直接使出兜捶窩面拳，重擊郭男塊面。郭男中拳之後腳步不穩，彎低咗身。現場有人爆粗大罵，亦都有圍觀者驚呼：哇，開片啦！完全係電影先會見到嘅街頭暴力場面。郭男最後勉強逃返自己車上，而涉事嘅3架車包括車頭嚴重撞毀、零件外露嘅都好快逃離現場。警方到場嘅時候已經人去車空。第二幕恩怨內情，搶人老婆，多年積怨，咁大陣仗到底為乜嘢事？根據消息人士透露，呢一單絕對唔係普通交通糾紛，而係有深厚背景嘅黑幫情仇。被追打嘅郭姓男子據悉係黑幫和勝和嘅成員，而追打佢嘅2名男子就屬於另一黑幫14K。雙方嘅恩怨竟然源於一單幾年前嘅奪妻之恨。消息話，郭男被指多年前勾引咗一名14K 成員嘅妻子，導致對方婚姻破裂離婚。離婚之後，該名14K 成員按法律仍然需要供養前妻同仔女，變相間接補貼緊情敵郭男嘅生活。呢一種屈辱同經濟負擔，令雙方結下極深仇口，積怨多年。原來今次已經唔係郭男第一次因此事被襲。消息指，早喺2020年，郭男就曾經喺元朗西便圍附近被人用刀斬傷，當時警方事後拘捕咗4名男子，可見呢一段恩怨一直未解。而且暴力不斷升級，由2020年嘅刀斬去到今日2026年嘅飛車撞擊同圍毆。第3幕，幫派背景同勝和 VS 14K。可能年輕一代嘅觀眾對和勝和同14K 呢2個名唔係好熟，我哋簡單介紹下，佢哋都係香港歷史悠久、具一定規模嘅三合會組織，俗稱黑社會。同勝和被指係現時香港其中一個最活躍嘅三合會組織。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初，活動範圍遍佈全港。14K 同樣係香港主要三合會組織之一，源起於上世紀中葉，勢力亦都非常龐大。雖然電影經常渲染黑幫之間為地盤利益打生打死，但係現實中好多時引發激烈衝突嘅反而係一啲好 personal 個人嘅恩怨，例如今次嘅感情糾紛、面子問題。呢啲私人恩怨往往比生意衝突更難化解，因為牽涉個人尊嚴同情感，容易導致不計後果嘅報復行為。今次事件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。第4幕，法律與治安嘅灰色地帶。事件有幾個點非常值得我哋關注同反思香港嘅治安同法律問題。1. 光天化日下嘅暴力，事發時間係下晝4點幾，並非深夜，地點係主要公路旁。黑幫分子竟然夠膽喺呢一個時間地點進行有預謀嘅撞車同襲擊，目無法紀嘅程度令人震驚。2. 迅速逃逸，挑戰警權。
施襲者同涉事車輛喺警方到達前已經全部逃離，顯示行動有計劃，並非一時衝動。呢一種公然挑戰警方反應同偵查能力嘅行為，對社會治安發出危險信號。三江湖是江湖了，呢一類涉及黑幫背景嘅恩怨，事主往往因為自身背景唔願意或不自全面配合警方調查，怕被標籤為二五仔或招致更嚴重報復，令警方調查同搜證困難，變相令施襲者更肆無忌憚。第五幕同前幾集事件嘅對比，規則嘅全面崩壞。我哋呢個系列不斷探討社會上各種規則如何被挑戰。今次事件可以話係將規則崩壞推向咗一個極致。對比翻之前幾集巴士行李食壽司事件，挑戰緊公共場所行為守則；安全帶法例事件反映咗政府行政規則嘅粗疏失效；許仕仁貪污案係廉政與公職人員規則嘅崩壞。今次元朗黑幫襲擊，直情係對法治同人身安全呢個社會最根本規則嘅赤裸裸踐踏。當有人覺得可以因為私人恩怨就喺鬧市公路策劃撞車、持械傷人，並且輕易逃脫，咁樣社會最基本嘅安全規則就已經受到嚴重侵蝕。呢單唔再係公德心問題，而係刑事暴力罪行問題。佢同我哋之前講嘅所有事件性質完全唔同，但都共同指向一個危機。當唔同層面嘅規則都被不同方式侵蝕時，社會嘅秩序底線就會不斷後退。第六幕，網絡時代嘅黑幫恩怨，影片即戰績。另一個值得留意嘅現象係，同舊時黑幫行事隱秘唔同，而家好多呢類衝突都會被路人用手機拍低，迅速喺網上瘋傳。今次事件嘅多角度影片就好似一場現場直播。對黑幫成員嚟講，呢一啲影片某程度上成為咗佢哋嘅戰績證明，可以用嚟震懾對手，提升自己喺圈子內嘅名聲。但同時，呢一啲清晰嘅影片亦都成為警方調查嘅重要證據，涉事者嘅樣貌、動作、車牌都可能被記錄。可以話科技令黑幫恩怨變得更公開，亦都令佢哋更易被追查，係一把雙刃劍。第七幕，社會反思，暴力循環幾時了？成單事件表面上係一單黑幫仇殺，但深入諗反映咗幾個更深層嘅社會問題。一、暴力文化嘅根深蒂固，由2020年刀斬到2026年飛車撞擊圍毆，顯示以暴力解決私人恩怨嘅文化喺某啲圈子裏邊依然係首選，而且暴力程度不斷升級。二、情感糾紛處理嘅極端化，感情問題本應透過溝通、法律如離婚訴訟、贍養費裁定去解決，但係當事人選擇以黑幫背景同暴力手段去處理，將私人問題演變成公共暴力事件，對無辜道路使用者同市民構成威脅。三、執法挑戰，警方面對呢一類有預謀、迅速逃逸且涉及唔願全面合作嘅事主嘅案件，偵破難度極高，點有效打擊此類有組織嘅街頭暴力，係執法部門一大考驗。總結，一場公路上嘅警世預言。元朗呢一場公路情仇追殺劇，雖然充滿電影感，但係絕對唔係娛樂，佢係一則活生生嘅警世預言，話俾我哋知，一私人恩怨一旦同幫派背景、暴力文化結合，就會釀成危害公眾安全嘅社會事件。而法治社會嘅紅線，絕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藉口去踐踏光天化日下嘅有組織暴力，係對整個社會嘅挑釁。三、解決糾紛，無論幾私人幾恩怨，都必須回歸法律同理性嘅軌道，否則只會陷入無休止嘅暴力循環，最終無人得益。希望警方能夠盡快緝拿兇徒，仲受害者一個公道。更重要係向社會發出清晰訊息，任何形式嘅街頭暴力都必將受到法律嚴懲。我哋嘅街道唔應該成為解決私人恩怨嘅戰場。你哋又點睇呢類事件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娛樂時事睇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之後嘅精彩影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